10個我去過嘅 NBA 場館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大家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唔少香港球迷咧都會飛過嚟美國睇比賽嘅。我先講3個依然仲喺季後賽入邊嘅球隊。第一，Detroit Basketball，佢哋嘅主場館咧就係 Little Caesars Arena。我大約3年前過去啦。當時佢哋嘅場館俾我感覺咧就係好光猛嘅，亦都有好多球會歷史嘅照片。第二就係 New York 嘅 Madison Square Garden，入邊咧就有少少舊嘅，但係場館入邊有晒歷史背景嘅承載，舊啲仲有 feel 啦。第三就係費城 Xfinity Mobile Arena，係偏離市中心嘅。呢個場館咧非常新淨，我喺入邊嘅觀賽經驗咧亦都好欣賞。另外7個場館我去過，就係波士頓嘅 TD Garden 同埋多倫多嘅 Scotiabank Arena。幾年前咧我已入過場睇波噶啦，見證佢哋咧裝修之後新淨咗好多。Scotiabank Arena 嘅口味就更加啱我哋亞洲人。Boston 同埋 Toronto 嘅場館咧都係喺市中心嘅，所以大家唔使驚交通唔方便。第6個就係 Brooklyn 嘅 Barclays Center。我最中意咧就喺入邊有珍珠奶茶。Indiana 嘅場館咧就俾我感覺都係光猛，而且個 Team Store 超大。跟住要講就係 LA 嘅 Intuit Dome，俾我感覺咧非常創新，又有互動體驗，偏離市中心。不過唔緊要啦 ，LA 其實好難揾到個就腳嘅位㗎。Phoenix 嘅 Mortgage Matchup Center。當時咧我去過睇 WNBA 嘅總決賽，佢哋嘅公關非常之有錢，帶過我哋傳媒去 VIP Lounge，好靚啊嗰度。我仲有入過場觀賽嘅場館，就係華盛頓 DC。當時咧我就去睇 NCAA 噶，不過都幾年前啦，唔知入邊有冇裝修。優勢就係佢都係鄰近市中心，如果你都喺附近行開博物館嘅，都可以入去睇場波啊。今日嘅 NBA Talk 就簡短少少，因為我趕住執嘢去克利夫蘭報道第3場比賽啊，亦都會為我解鎖一個新嘅場館，所以我都好緊張啊！大家到時密切留意我嘅報道啦。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。